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过去用4个礼拜来讲基督徒的身份。伫《彼得前书》第2章第9节的作者，伊头起又提起基督徒的4个身份。有这个身份，咱也必须要有责任来甲这个身份会当比拼。咱先来做一个复习。咱过去捌分享过，咱第一个身份是，咱是被拣选的种族类吼。咱就是被上帝拣选的选民。咱是同一个种族的族类，所以咱有共同血统厝内底的人。咱同时也是三听合一的团体。咱第二个身份是，咱是王家的祭司，还是讲有君尊的祭司？因为咱是祭司，所以咱祭司是负责献祭所以咱伫今日，咱应该爱学习，将咱的工作、咱的家庭、咱的性命献给上帝。另外，祭司是传讲真理给以色列百姓，所以伫今日，咱也爱将咱所明白的真理传讲给也未明白真理的人。第三项，祭司是做人甲上帝中间的桥梁，所以咱得爱带人归主成做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梁，让人明白上帝。第三身份，咱是圣洁的国度。咱来理解，这国度是上帝最王，所以咱来尊主最大，尊主最王。另外，这个国度是圣洁的，咱应该清起咱家己，亲受上帝相反圣洁一般。第四个身份，咱是属上帝的百姓，所以咱是上帝的产业。咱是被上帝所拥有的。咱既然被上帝所拥有的，上帝是疼咱的天父，所以伊是疼惜咱，咱是伊的儿女。另外，咱既然被上帝所拥有，咱得爱加做上帝的器具，互上帝使用，加做万民的祝福。这是咱4个身份。接续，彼得前书的作者，伊继续甲咱讲：咱既然被上帝拣选，拥有4个身份，咱得爱担负一个真重要的责任。这是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信息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中，互阮会当照你的话认真思考阮本身的责任，将伊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，来荣光你的性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日彼得前书的作者，伊伫第2章第9节，伊安尼讲：伊讲，恁有这个身份，是要爱，互恁去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，入奇妙光明这个美德。这是和合本的圣经，意思是讲，咱拥有头上迄4种身份。其实就为着一个目的，就是爱去宣扬什么？宣扬迄个，互咱对黑暗进入光明，这是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做嘛。宣扬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美德，宣扬上帝本性、上帝的美德，这是咱正做上帝的百姓。而且真重要的责任，咱来明白，
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生涯中间，伊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伊来到世间，就是要宣扬，伊是一个宣扬者，伊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所以一般是人加讲耶稣基督的宣告叫做上帝国的宣告，是指耶稣基督伊期待、伊祈祷，愿上帝的主权会当实现，就是期待上帝的旨意会当实行伫地面上，亲像伫天顶同款。所以耶稣基督教是咱的祈祷，伊嘛是祈祷愿主的主权会当实现，愿上帝的旨意伫地面上，亲像是天顶同款。是期待咱的世界，咱这无完全的世界，会让充满上帝的公义、和平、喜乐、圣洁。我今日无公平的人类，会当享受人性的尊严、自由甲平等。我今日咱所看到的大自然中间产生的灾害，愿这代志无搁再发生，世界无搁再受咱人类的污染吞踏，会当恢复上帝创造的完整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宣扬的一个真重要的内容。这款宣扬，今日落点伫咱的责任身上。牧师要对三个展处、三个面向来甲大家做伙分享，咱会叫做宣扬。第一个。上界简单的明白就是宣扬福音的大能，意思是讲，你爱去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带来救赎恩典。咱知影宣扬，就是亲像耶稣基督，咱咧宣扬耶稣基督所带来恩典。宣扬耶稣基督所宣扬的上帝国福音，世间人宣扬咱伫耶稣基督内底所明白上帝的疼，甲经历上帝的救恩。所以咱的责任就是爱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做上帝救赎的恩典。咱要安怎做？牧师有两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就是利用咱言语的见证，就是咱所领受的，咱来用咱的言语来分享出来。言语有真大的力量，咱透过咱的言语的分享，会当互无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了解耶稣救恩的本质。咱透过言语的传达，会当互也未经历过主的疼的人，甲咱做伙体验到主迄种无限的疼。有的人讲我毋捌读过神学院，到底要安怎甲别人讲圣经的真理？圣经的真理我嘛捌无济。我要安怎对人传福音？其实，咱若遵照今仔日彼得前书的作者，伊伫第二章后半第9节后半段的这段经文，咱就真简单的当分享。这段经文讲，你爱去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咱
咱掌握几个要点。第一，就是出黑暗。出黑暗的意思是啥物？伫咱人生中间，咱总是会拄着困境，那亲像陷伫迄个黑暗中间，咱会拄着挑战。伫挑战的时阵，咱会失志，咱会艰苦，咱会软弱，那亲像踮伫迄个黑暗，看袂到光的状况。所以咱要分享，咱就照这三项来分享。第一项就是，咱伫黑暗的处境是安怎？我拄着迄个困难是啥物？迄个困难安怎困了我？互我软弱失志艰苦。第二项就是，当即个时阵，上帝安怎介入这件代志？可能我伫困难的时阵，我拄着一个基督徒的朋友，甲我介绍耶稣。可能我过去捌认识耶稣，但是我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我突然间袂记住，有人甲我提醒，讲你爱求救上帝。我迄个时阵透过祈祷，可能伫迄个我拄着困难的时刻，我知影。有真侪人咧替我祈祷，可能有人替我写代祷卡，有一个中保代祷，这代祷者咧替我祈祷。上帝介入这件代志，然后当上帝介入了，我安怎倚靠上帝来超越过我的困境？对黑暗的所在。上帝将我救赎到奇妙光明的所在。所以言语的见证真简单，就是分这三个部分。你拄着困境的时阵，你的心情是安怎？上帝安怎介入这件代志？上帝介入了，你有啥物款的转变？可能环境的转变，可能是你心态转变。咱只要将这个过程来记录落来，这就是一个真水言语的见证。咱常常伫生活中间去体验到这款的问题，咱就来记录落来，然后甲别人分享，这就是真水的见证。当然无所期待讲，你会常常去体验。我毋通逐概拢讲迄个30搭真正的见证，你其实你每一工拢有新的见证，会当分享出来。你会记这感恩来见证，这是用言语的见证。另外，除了言语的见证，更较好的见证就是咱生命的见证。就是透过咱的言行举止，互人伫生活中间就看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作为甲稳定。咱伫工作中间，咱伫甲别人斗阵的过程中间，拢会当成做上帝的见证人。咱安怎去见证咱面对代志的态度，甲一般人无共款。咱信主的人，安怎去面对困难？安怎去面对人生中间的每一件事，拢会当成做活我的见证。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得到上界好的称赞，毋是讲伊外交讲见证，是人看到伊，就知影伊是信上帝。人看到伊，就知影伊的生命甲别人无共款。一个上界大的学了，就是讲，伊是一个活动的讲台。人看到伊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代志，就知影伊是信上帝的人。这是对一个
耶稣基督的温度上界大的称赞。如果你会当真做这款的人，这是上界大的祝福。我愿替大家祈祷，咱拢会当真做这款的人，互人看见咱，就闻到主耶稣基督的香味，就知影咱是信耶稣的人，生命的见证。这是第一项，就是去讲起上帝福音的大观念。第二项，咱要传扬上主的美德，咱就要了解主的美德是啥物。主的美德就是伊的本性甲作为。上帝的本性甲作为，就是记载伫咱所读的圣经内底。所以咱在研读圣经的时候，咱发觉讲，上帝的性质是啥物货，咱就爱来宣扬出来，咱就爱分享出来，甚至咱爱将伊实践出来。咱伫圣经中间看见，上帝是甲遐个弱势者、三甲低地的上帝。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对旧约到新约。上帝拢是去关心迄个社会中间受人欺杀的，遐个无受保障的孤儿寡妇，遐个弱势，这是上帝上界关心的人。所以，咱也用基督的听去服务遐困苦欠缺的人，这是表示咱咧宣扬上帝的本性，宣扬上帝的美德。咱中了教会，现主是发展到今仔日，有真大的改变。咱早期的信徒，第一代信徒，其实拢是社会中比较弱势、比较丧乡，有真侪拢是走投无路的人。因信耶稣了，因为有这款的信仰，过去宣教师的假是讲，恁爱用教育、用信仰来培养恁的后一代，所以第二代的信徒渐渐因为受好的教育，个有好的品格、有好的信仰，渐渐生活就改变。到今仔日，咱大多数拢变成做中产阶级的信徒，甲社会的这边缘者较像有一点仔距离。但是上帝咧呼召咱，就是爱去关心遐个比较弱势、较丧乡、较需要人帮衬的这个人。因为咱渐渐生活过了较好，就甲因较无接触。所以我过去咧服侍这大专生、甲青少年的时候，我就有这款的感觉。我发因家庭拢提供因真好的条件，互因会当来读大学，互因当受好的教育。但是渐渐因就较无去理解迄社会边缘人的生活，所以我就帮助因学习去了解这个上帝所关心的人。咱用的方式就是第一项，就是爱互因体验，互因真正去看、去接触，毋是干那去听尔。譬如讲过去，咱知影有足侪只个社会边缘人，因诚做家友，诚做只个流浪汉，我就会带这个大专生去关心。过去我伫台南服侍的时阵，台南的这个流浪汉家友，因大多数拢是集中伫迄个台南公园
火车头边仔公园，地下道，遐有地下道，遐地下道毋是要互人行啊，遐拢带真侪只家友，这流浪汉。你若落去看吼，普通台南人袂去行迄个地下道，因为你行了，你就看安尼讲，那像一摊一摊安尼，逐个拢占一个所在，住伫遐，因为遐地下道嘛，所以袂去互雨压着，袂去互日头晒着，寒天的时阵较袂寒，因着拢住伫遐。市政府嘛容允因伫遐啦，嘛无所在互因，互因会当徛起，所以互因着伫遐暂时。我着带遮学生入去来探访，而且学生甲因接触，甲因讲话，看了后，转来了，阮着做伙大家参详，阮着咧想讲。以阮即摆做学生的身份，阮的能力，阮会当对遮家友会当做啥物款的帮衬？有个人就讲我会当奉献一个便当；有个人会讲我奉献一寡钱去买一寡物资；有个人讲我有一寡迄个寒天的衫，即摆寒天伫要到啊，我奉献一领。来，或者这街友会当度过这个寒天。有个人就想其他的方式，阮就将这个人奉献出来的资源，爱这个学生做伙送落去。特别是圣诞节的时阵，阮会去探访因，然后将一寡物件送互因，甲因讲。圣诞恭喜！甲因讲一寡耶稣基督的故事，或者学生亲自去做这个代志。我发现这学生，因若愿意去参与的人，因对因的未来，对因即马现主时的状况，因会真正感谢上帝。感谢上帝，互因有遮尔好的环境，老爸老母供应因读册，互因无烦无恼，因会较珍惜伊的资源。你知影社会中间有一群真侪欠缺的人，我过去嘛捌带一寡青少年做伙去照顾迄伫机构内底。受照顾的身躯有一寡脱钙的一寡儿童，互因甲因做伙生活5天的时间，甲因做伙读册，带因饲饭，带因做复健。我发觉这囡仔，因每一个暑期去遐5天，转来了拢有真大的改变。甚至因未来要找人生的方向的时阵，因嘛会比较较一个较有意义的方向去做。因中间有个人成绩袂歹，到尾考到医学院，医学院毕业了，因就立志去偏向做医生的工作。因中间嘛有人，像是阮查某囝，伊就立志要做社工，来辅助这个社会中间需要帮助的人。因为因有参与这款的体验，有去做反省。所以，因的人生会行一条服务别人的路。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，因为这就是咧实践咱的信仰，学习耶稣基督去关怀遐个弱势者。咱教会嘛有设有教社委员会，
负责关心这个弱势的事工。每一遍咱台湾有天灾地变，咱兄弟姊妹大家拢做热心，会奉献真侪钱源。这个教社委员拢非常负责任，伊毋是简单去将这钱分出去尔，因拢会去到实际的所在去探访，了解迄个所在真正的需要，互大家所奉献的钱会当做上界有效的运用。譬如讲，咱对花莲，咱顶回有请花莲的牧师来甲咱做伙分享。咱即回毋是去分一寡物资啊，是分钱尔。咱帮助因做有意义的事。咱知迄大水淹来了，遐土地拢无法度生产，无法度种物件，无法度种植。安尼要安怎？因发觉讲，遐土地吼，有一种植物会当种，就是牧草。牧草你来种了了，第二当有收成，这收成就当去换钱来供应因第二当继续种植牧草。所以咱教会就帮助伊组织起来，互因有一笔钱会当去遐种牧草，咱希望明年会当收成，收成了因会当自立。会当家己用辛劳所种植的这物件去过因的生活，这是有意义的。咱毋是干那奉献一杯钱解决当时的需要尔，咱是咧帮助因做延续整个社会的发展。这是咱教社咧帮助这弱势者。所以经过体验、反省、甲实践，互咱会当做真好牧养、关顾这弱势的工作。这就是一种宣扬上帝的美德、上帝的疼。当然，宣扬有一个上界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宣扬上帝的期待。咱咧研读圣经的时阵，咱发现对旧约的先知开始，一直到新约的耶稣，拢咧讲一件事。譬如讲，先知以赛亚、先知阿摩斯、先知米迦，还是其他的先知，拢咧讲一件代志。讲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因日常的生活中间，剥削遐个孤儿寡妇、遐困苦的人，然后想剥削这个钱摕来圣殿内底要奉献给上帝。上帝讲：恁奉献的我无爱，甚至恁敬拜所唱我的声音我无要听，恁举手祈祷我嘛无要听，因为平常时无实行公义、公平的代志。较要来敬拜上帝，上帝无要接纳。反倒当咱爱伫社会中间实行公义公平，保障孤儿，为寡妇辩护，来照顾这个送乡人、出外人，帮助受压迫的，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事。耶稣基督嘛讲。伊讲伊来到世间的目的，就是要送乡人传福音，宣告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失明的得到光明，受压制得到自由，宣告上帝拯救人的喜年。这是耶稣基督伊的工作。所以这就是带来整个社会的改造甲改变。有人讲，耶稣基督其实是要建立心灵上的王国，毋是地面上的王国。所以，伊要做灵性的弥赛亚，毋是政治上的弥赛亚。
安尼讲当然无毋对，但是我的理解是，耶稣是因为人的心灵若无改变，社会改造嘛无作用，所以伊要成做心灵的改变，但是并毋是讲心灵的改变，社会就无需要改造。就是因为心灵的改变，整个社会才会当做改造。所以，请大家毋通摆脱，咱应该爱参与的公共甲政治事务。这公共甲政治事务需要更加有信用、有良心的人来参与，安尼才会当互更较侪人得到祝福。比如讲，我拄则举迄个咧。学生囡仔去关心流浪汉，甲关心这家友，因可能会当提供因一顿的饭尔。但是如果若有好的政策，帮助这些人改善因的生活，互因有头路、有工作，安尼会当造福更较侪人。我毋知影大家敢知影？咱台湾有一个乡镇，只有一个乡镇，无解药，无流浪汉。你毋知伫倒位？台湾，全台湾，大概所在拢有解药，咱台北嘛有，火车头足济。但是只有一个乡镇无解药，就是伫花莲的玉里。为什么伫花莲的玉里无解药？因为遐有一个人，伊是对法国来的老一方神父。这神父吼，我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迄个咱教会属灵兄，伊咧嫁查某囝的时阵，有邀请伊来，我阁有一个机会甲伊见面。伊真朴实。穿插真朴实，这是伊的相片。伊即摆年纪已经80几岁啊，伊做一件代志，伊到花莲伫60当前，伊到花莲的时阵，花莲玉里的时阵，迄阵抑个街头抑个真济只流浪汉家友，爱着想讲。如果若互遮个人有工作，遮个人就袂去人去食，袂去人讨趁，所以伊就招因遮个人，把因招来，叫因做即个物资回收，去捡遮个回收的物件，互因有工作通做，帮因安排住的所在。因为看见有人有迄个受到毒品的毒害，甚至有一寡犯过案的人，伊嘛来招来，带因苦劝，帮因戒掉这毒品，互因有工作通做，替因安排，物资的回收，还是讲其他的工作，互因有所在通住。就安尼一个一个叫，一个一个捡，所以伊用一个人的力量，互玉里迄个所在无任何的流浪汉。伊讲，当一个人有工作、有徛起的所在，伊就会感觉家己甲别人是平等的，伊就有尊严、有自信，感觉家己有价值。就会当回归家庭甲社会，重新展开伊的人生。伊就是互遮个人有愿望。咱看见着有诶坐轮椅，嘛是会当做回收的工作，互因靠家己的手会所做的工来养起家己。一个人靠一个人的力量来改变一个乡镇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相信伊是上帝派来的天使，咧宣扬上帝
会比着，或者伫黑暗中间的人，会通进入奇妙的光明内底。这是咱基督徒上界大的见证。牧师替大家祈祷，望咱伫咱会通接触的所在，拢通扮演即款的角色。互咱即个无安全的世界，减轻一寡苦难，互上帝的平安临到咱的中间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带来遮尔大对阮的疼，阮应该爱有回应。主，我愿意用阮的嘴、阮的行为来宣讲福音的大能，愿意亲像你相款去关心迄个社会边缘人，遐个弱势，甚至阮会当发动一寡运动来改造这个社会。互你的旨意实行伫地面上，那亲像伫天顶上款，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通照你的心意去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